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的登记会，上午进入最后的报告事项加三读议案第2、3读会，由各委员会进行审查报告。其中有关建设部门人民的请愿案，有7股落得到反对太阳能的设置。现场嘛有当地居民甲自治会成员到场来旁听。会中议员陈坤和首先以该案的申请过程有瑕疵，无伫当地召开说明会甲居民来沟通，就以不利工作区来核准通过。不止当地议员看袂落去，其他的议员更加无分哪力，表达强烈的不满。今仔日这案，影响到人的生存权。那安尼乡亲安尼为着安尼拍拼，安尼警察为着安尼抓人来，安尼中央要求伊的讲的是啥？申请者你要摕你提出的资料，爱负责任。等于中央就是认定地方申请的人提出来是真正，所以拢甲看出去啊！啊，你申请你敢负责，我就准。但是这对地方的乡亲、对社区、对关心安尼生态的人是非常非常不公平。20当底下企鹅啊生存，既然大家拢出面隔壁拢企鹅啊，伊既然不是跟种地层下陷地区，我感觉咱的鉴定有争议啦。啊，接你落去到遐乡亲，我感觉有当时啊讲出来啦，真正目屎流啦。因死人住伫迄带啊，住伫迄个土地，因的鹅啊，伊生存权，拢叫恁补助去啊。是的啦，恁袂当用同理心去来想，去替想。你讲的调协会，你也当作说明会，就安尼成立。啊，你看咱遐的渔民都无法度人提出因的心声，就直接做了，就开始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啊，你看抗议到哦，咱的中央地方，你要审查要严格，袂使讲简单的准你这个容许使用，来开发许可来引起这个空间，这是争议性的。既然咱已经有这样控制遮久啊，我嘛感觉咱政府爱提出恁的魄力，咱来面对，然后假使咱是讲咱的卢竹高事件，咱的太阳能，咱就是归去以中央来共事，是不是卖去建制啊？经过无共政党议员的意见表达，最后大会嘛决议接受人民的请愿，并且要求市府爱做好地方的沟通。针对这个案子，我们就先接了哈。那就请台湾市政府就请愿事项查明与研办，并将办理的结果呢函复请愿人于本会。那其中包括不利耕作区当时的审查报告书和意见，送下一次临时会来加以资料送到临时会下一次会来讨论。第二，那在下一次呢临时会呢发一个专案报告，就针对了卢竹沟这个事件呢做一个专案报告。第三，另请台湾市政府建议中央主管机关召开会议，邀请主办单位、开发单位、地方居民等3方进行沟通，厘清相关的疑虑，并解决争议，以利绿能政策推动与民众权益的保障。在108年的11月21号，那也取得了经济部跟农业设施的相关使用同意来做相关的申请。那经发局这边其实也多次要求业者，希望能够在地方上能够做更多的沟通了哈。那当然，我想对于民众很多的这个诉求哈，我想我们也理解民众对于地方很多的想法跟疑虑。我想未来经发局这边，我们对于各地方太阳能光电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再强化多语沟通跟相关的宣导。除了太阳能光电，另外伫台南市新设置的跳木场管理驻地条例方面，虽然该案对顶一个会期就提出，因为意见的收集一直拖到现在。虽然经过政党的协商，不过上午送大会时，也是因为距离主体到底是要定400或者是500公尺，因为意见未合，就算中途休困2届来沟通。不过最后经过表决，也是退回政党协商以后，才过来送大会处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